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 138.66， 按周升 0.37%。若果以三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 146.75， 按周升 0.89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 145.28， 按周升 0.24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 125.42， 按周升 0.3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 83.1， 按周升 3.4%。樓價持續攀升，增強業主對樓市前景嘅信心。信心指數按周續升，整體市場氣氛保持正面，信心指數持續高於平均值，預料樓價將延續平穩向上嘅走勢。喺全港三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三個區份，分別係天水圍、荃灣、長沙灣、深水埗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430平方尺或以下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1076至約1721平方尺嘅單位。